而家個節奏可以慢少少，你始終控制唔到方向，你越行越後嘅，你慢少少嘛個動作，你試下再，又唔使慢，你可以你可以感受到你控制個波前後先，你先下咩？同埋你拎起隻手去保持平衡啊！你咁樣。因為你咁樣其實係一個，你其實你練呢啲咧就係咁樣練好似練緊推波咁樣啦。你最好隻手平衡住自己嘅人，你唔係咁樣直開隻手啊！你唔係咁直開嘅嘛？你大波嘅時你點打？